拉栏上打了栏，他整个这个栏间跑的这频率完全就丧失了。那么马上要进行的是男子110米栏的颁奖仪式。我还高兴的另外一个事情，奥运会上面都是国际奥会委员来发奖牌，由国际单项组织的领导人呢献花送纪念品。我看国际田径联会谁来献花跟纪念品呢？一看是罗大鹏。那我说你跟我一样都想到一起去了，都选择了这个样。他说我也自己也想了。他们真的是为了奥林匹克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，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夸张。真真正正的在田径赛场上，在雅典这个现代奥林匹克发源的地方，让他们2个人来为一个中国的小伙子实现了，我觉得100年突破都不为过吧。这样的一个人物来颁奖，历史是停滞在那一瞬间了。冠军刘翔。你们在墙上看到的是他是十分高兴轻松的话，他的国旗。当太太领奖之前，我跟他讲的时候，他真的掉了眼泪了，我也掉眼泪了。来自中国的世界飞人。跳上去的时候我是很振奋的，上去之后我就有点稀里糊涂真的。这一跳应该讲也是一个创奇迹的这一跳，因为我印象中间好像从来没有人这么跳上去。我就是要让你们大家吃惊，2个手在后面这么跳上去，那么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。第1名的那个台子挺高的，当然他的素质是够的。刘翔创造了历史。一般人会有一些失控的，我觉得我们都失控了。我觉得但他很清楚，后来他也说他还是有一些准备，就是怎么样去举这个国旗啊，怎么样去这个带这个橄榄枝啊，然后以什么样的表情啊。但是这个表情，这当年是什么东西？这当年是迈克尔乔丹绝杀所有对手，成就芝加哥联合中心之神的那个动作。他也喜欢篮球，他也非常喜欢乔丹，这个动作，我觉得都是肯定是有些设计的。所以说呢，他是真的是心智很成熟，超乎他年龄的成熟。另外呢，非常的细腻，就每一步都想得很清楚。所有的观众起立，大家一起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，那种感觉特别震撼。一下觉得祖国特别近，祖国这2个字不是每天说的那种很远。当时感觉原来中国这么近，原来我就是中国，原来中国已经升起来，在全世界面前是吧，奏着你这个国歌，升着你这个国旗，真的是非常激动。当时唱国歌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等会儿面对我教练，面对一些领导，面对我爸爸妈妈应该怎么办？我就在想这些问题。回去又该怎么办？我是奥运会冠军了，这是真的吗？我觉得当时在这样想。比赛之后的事情，我就是稀里糊涂的，我也不知道干嘛去，就感觉再累的事情好像也不累。回到村里面，我印象挺深。当时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过12点了，一看，哎呦，团部的同志围了一桌满桌的啤酒。当时崔大林同志嘛，当时团部的领导，加上经体室的领导，各方面大概有10几个人，都特别高兴。他们已经在那好像喝了一通了，反正我知道已经喝了一通了。结果我一进去了以后，就给我拿那个啤酒就灌，赶快喝，一个个的来给我敬酒，就喝。新闻中心的楼顶上有一个餐吧，一块儿去喝啤酒。我记得叫了好多的这个听的这个啤酒，一饮而尽啊，说了很多豪情壮志的话，说了很多的这种翻云覆雨、豪情壮志、腾云驾雾的话，一定要把这个感觉再延续一下。那个感受还特别强烈，就是作为一个记者，好无聊啊！这个时间不能跟刘翔一起去庆祝，不能去跟他喝一个庆功酒，也不能跟所有的这个中国田径的人
因为你作为一个田径记者，你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，你还要继续工作，反正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。我在那待了大概有几十分钟，我就赶快的回队。果然，哎呀，那个情景一进来，冯叔看了，他们已经在那喝了，已经喝开了，哇，失声痛哭，一点不夸张，哇，就哭出声来了。抱着我看到他那样子，两个人抱在一起，我是眼泪一直往下流，我没出声，但是我的眼泪是一直在往下淌，他就是扑在我的像个孩子一样的，哇，就哭的那个人，我看很大的声音啊，在那哭了。也就拍拍他背就没什么，就是有很多东西你不能用力的去安慰他这个人，你就让他顺其自然吧，哭好就好了，哭好也是舒服的。后来安慰他，然后呢，大家坐在那，他还是忍不住，是趴在桌子那个地方又哭开了。就算哭了，他们也可以成为他们一个很美好的回忆，他们也会永远的会记在脑子里。虽然说他们不会把这种哭来拿出来到随便说，他们肯定不会那个时候我哭了，他们肯定不会讲给家人听，对，肯定会保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人生不会有这样的事。那天开玩笑我说，你看把我们折腾的够呛，你就看看这个冯叔就哭的这个样啊，你看看大家在这都醉的这个样啊。他说是啊，感谢。那天吃饭以后的时候，他说刘翔赶快过来，对吧？他拿着金牌，他赶快给主任带上金牌，啊，照个相。哎呀，刘翔就给我把金牌挂在脖子上，我们就那天晚上照了几张相，那照片我还放着呢，很珍贵。24个小时没怎么好好吃过东西，就觉得第二天早上起来10点多特别饿。真的，将近40小时的状态，我完全是一种非常亢奋的状态。我记得只喝了2杯咖啡，什么都没有吃。25个小时要合眼，48小时里面我睡了2个小时觉。那个人吃了半个多小时，我一般吃20分钟就可以了。看到好吃就吃什么，吃饱为止。对，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顾虑的，也不像比赛之前这个不能吃，控制一下，那个不能吃，酸奶不能吃太多，一点点就可以。那个时候不管了，酸奶不是拿杯子打的，是拿碗打的。对，当时就特别开心，对，看到谁都打着我，走，比赛比完的时候，其实也没歇着，一直在做那个录制节目啊，要么就到团长那个袁伟民那个地方，他叫我签几个名，一看哇这么多100多个娃娃，一个个签，再来邮票100多份，签，没办法，不签不行，不签不让回国，那怎么办呢？反正就觉得，那个时候好，签，你再叫我签1000张我都愿意。就是那个奥运会的那个夺冠的那一刻，到现在好像还在我的脑海里，那个兴奋点还没下来一样，像是在做梦，还在做梦。我知道家里的电话和我朋友的手机或者我爸的手机根本就打爆了，对，根本就打不进。我也不想给他们打电话，说实话。就是第2天我后来晚上，我就实在忍不住，我想打个电话。